摇滚区的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就是要跟大家来调整一下我们演唱的顺序。我们听到大家的心声了，先让傅凯出来啊。那傅凯大家都很熟悉嘛，对不对？他是这个亚洲新人歌唱大赛的年度总冠军，然后呢，也是我们明日之星 Superstar 的这个100万关主的歌手，所以他有100万王子之称。还有重点是，今年他是我们的金曲歌王哇！今天呢，我真的觉得区长真的是太给力，而且太有爱了，竟然把我们金曲歌王请到现场来哦。好，重点是12月我们傅凯还会登上哪里？小巨蛋啊！因为疫情的延期，所以呢，傅凯呢他每一步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更重要是，最近演了一个什么那个歌仔戏呢？孟婆客栈，非常可爱的一个角色。话不多说，把你们的傅凯还给你们，让我们欢迎金曲歌王许傅凯。全场的尖叫声在哪里？都来等一曲歌，这一首歌呢，我上节目，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哦，谢谢。会唱吗？手机的手电筒把它打开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把手机当作你们的阳光棒。嘿，谢谢摇滚区的朋友，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哇！如果是路耶稣，想都是行到底。
们那个抬头举高，手哦比个爱心好不好？因为下一首歌有需要这个动作。哦，来。好，来看前面，爱心，我爱许富凯。好，谢谢，小心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唱一首跟现在的天气有一点关系的歌曲。晚上呢，睡觉的时候记得要盖米酒腿，送这首歌给大家。那刚刚呢，比那个爱心，请大家跟我在全场比一次，我看一下。来，哦，别另外拍一声哦。来，1、2、3。啊，很好啊，老师麻烦